再来看这嘉义市呢，有现彩的这个餐厅是发生外送退钱的争议，消费者伫咧叫菜了后，认为讲这菜伤咸，所以伫平台用食物中毒做理由，要求业者爱来退钱。那业者是表示讲，其实呢，这菜单顶面本地就有写明这咸的程度啊，所以用这款理由要求退钱，实在是无通接受。用买货来炒鼎仔内底食食。店家无因咧准备外送的订单，家己是这间店上界出名的，就是店家家己炒的咸椒啊。想袂到顶礼拜拜六，煞有消费者食了以后，向外送平台反映，讲食物上咸，害食物中毒，要求爱来退钱。你去医院，如果是真的食物中毒，我赔给你。但是因为你吃啊，你自己负荷不了的话，你这样子是污蔑我们店家。什么叫食物中毒？食物中毒是很严重的东西呢。业者甲消费者的订单提出来，讲伊4项菜内底有3项加咸，计共500多块。结果食了以后，煞向外送平台投诉食物安全问题，要求爱甲有加咸的迄3项计共400多块的钱退回去。业者讲，菜单顶面拢有标示咸的程度，头摆拄着这种恶意退款行为。退单哦，我觉得是有争议啦。怎么说有争议？你觉得？因为其实你如果辣度身体不适，像我自己就不会吃很辣的东西，所以我自己斟酌我就不会去点了。这个辣度到多少了？你吃的时候斟酌，或者是试看看，或者是真的会嗨，我们都有写了呀。店家表示，因为向平台争取家钱摕回来，平台嘛有退予伊，但是食物安全的投诉也是予伊真无奈。因为这件消费纠纷，消费者才是主要爱负责任的人，但是最后受伤的也是经营的店家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